乡亲啊，摕这个3倍券到台南去旅游消费去佚佗，真好康哦！有机会抽到新厝甲新车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今仔日公布要予大家抽奖的这间新厝，是伫个善化一间大楼景观的主体，位伫个20楼，2房1厅。这栋大楼今年3月才拄来完工，目前的交易价每一平是18万到20万，也就是讲，这间厝价值500万。车机四正，光线真好，因为是关路站真通风，而且有真好的视线。2房1厅有一间浴间，内面的装潢是用简单的现代风。伫台南善化区，这间伫20楼的景观主体，规栋大楼是今年3月才完工的。我南科阁有小学生活机能袂歹。附近就有4个交流道，安定交流道、善化交流道，系统有2个系统交流道，到哪里4通八达。目前这个地区的行情差不多是一平18到20万，这间厝价值差不多是500万，不过不是要卖，是用溜的。为了多实施振兴3倍券的注文加码。怀抱一个机会，如果我把我的3倍券消费在这边，应该有机会来抽奖。到时候如果抽到我，不要说是作弊的，因为不是我抽的。台南市长黄伟哲有公布送厝送车的各种方案，要溜的厝已经公开啊，希望讲有溜厝溜车这款吸引力，互民众到台南观光消费。